你以為水星逆行係嚟整蠱你，其實如果你識得運用，佢仲會帶嚟好處。我知一講到水逆，大家諗到嘅都係啲衰嘢，星座信息啦，行程受阻，電腦單機，所以每次水逆，我哋都係想佢快啲走。其實水逆嘅能量呢，本來就係掉轉頭走嘅，不如我哋試下同佢一齊做翻一啲掉轉頭嘅事情。你可以趁住水逆做以下3件事，會更容易得到好處。第一，水逆最叻咧就係將啲舊人帶翻嚟。如果你係揾緊工、揾緊生意，唔使周圍去揾啦，聯絡翻你啲舊朋友、舊同事、舊客戶，同佢 say 個 hi， 重新聯絡，可能佢哋就會有工作同生意轉介俾你，好過你盲目咁掉100份 CV 出去。第二件事就係手頭上嘅計劃咧，當然係會棘住啦。不過我哋試下唔好咁趕進度啊，先檢視下呢個計劃入邊會唔會有一啲漏洞、睇漏眼嘅細節，我哋可以將佢改善重整。然後你會慶幸自己發現咗一個致命嘅漏洞，好彩可以及時補鑊咋。如果唔係，後果可能仲嚴重。最後一件事就係水逆最珍貴嘅，就係俾一個2次機會我哋。水逆呢，就係俾個機會我哋重來、重試、重做。嗰個你曾經錯過嘅機會可能會再次出現，曾經你做錯咗嘅事情又有個機會俾你去補鑊喎。其實呢一啲 second chance 呢，唔係成日有噶，今次記得把握呢一個2次機會，令到我哋可以失而復得。如果咧最近有啲煩惱，可以問下塔羅呢個 app 咧，可以挑選你想問嘅問題，開幾張塔羅牌，佢就會有簡單嘅解讀。如果你想要深入嘅報告，我幫大家爭取到一個半價嘅優惠，想開牌玩下嘅留言 RX，我send條 link 俾你啊。